各位觀眾大家好，講咗幾集黃金同埋白銀，咁今集咧就同大家講下黃金嘅投資策略，記住係投資策略，唔係投資建議。咁啊，應該點樣投資黃金呢？相信好多觀眾咧都有唔同嘅睇法。咁我哋而家只係話俾你聽，如果你要投資黃金，有啲乜嘢風險咧你要承擔嘅。咁同埋咧，你嘅策略係點樣樣？應該直接講係我哋嘅策略係點樣樣去做。因為咧，其實黃金投資，大家而家究竟係買定係賣咧？嗱，呢一點咧，大家真係要自己選擇啦。我哋唔係作出投資建議，我哋只係話俾大家聽，分享下我哋嘅策略係點樣樣。好啦，S 先生，時間交翻俾你。好啊，大衛 Sir 你好啊，因為咧最近咧好多人問我，佢話黃金升到咁嘅價錢咧，究竟我仲買唔買得咧？咁啊，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啊。各個央行嘅佢啲央行行長已經係講得好明白噶啦。佢話黃金咧，第一佢係冇呢個嘅信用風險嘅，唔似有啲銀紙咧就話今日值1蚊，聽日咧可能就變成零。黃金就永恆一個硬通貨幣，由古至今噶啦。第二個咧就係咧，佢唔會受到其他國家嘅貨幣政策所影響嘅。咁啊，老美嗰邊印幾多錢啊，加幾多息啊，咁啊，同我呢嚿黃金咧根本就冇關係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話佢黃金價格，佢可能加息加少，就嗰個價格方面有些少浮動，呢個就必然嘅。但係咧就唔會有一個好大嘅決定性咧係影響嘅。第三咧就係最重要咧，佢能夠咧係抵抗金融嗰個衝擊嘅，即使係咧天跌落嚟咧，咁啊你有嚿黃金啦，頂住咧，心裏面都唔怕。越係經濟唔穩當嘅時候咧，國際環境咧係有戰亂咧，或者係咧有時候有咩風吹草動嘅時候咧，買金條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嘅。咁啊，最近大家可以睇到啊，波蘭呢個國家咧，佢哋嘅央行直接批准咗咧買150噸黃金，加上咧佢哋手裏邊咧總共咧係到咗700噸黃金。咁唔好睇波蘭呢個細細國家喎，佢而家買金係加埋個150噸同埋佢現貨啊。咁波蘭已經咧係達到咗全世界黃金儲備最多嘅前10名喎。咁啊700噸聽起上嚟個數字唔係好大啊。咁但係所以咧，你睇下啦，個個國家嘅央行都係要買黃金，但係話咧要諗下佢哋點解要買黃金咧？咁啊，黃金儲備已經係佔到外匯儲備嘅28.22%嘅，咁快咧係嗰個比例咧係漲得好快嘅，而佢哋嘅黃金儲備咧而家咧係得550噸嘅，已經係超過整個歐洲，即係而家講緊波蘭啊，超過咧整個歐洲央行嗰506.5噸黃金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細心睇下，呢個唔係個人一個動作喎。如果係一個大信號，連啲國家央行都係用咧真金白銀咧俾自己咧係買上一個保險，講明咧未來世界呢個經濟嘅政局嘅不穩定性，連佢哋都覺得咧需要咧多備啲黃金咧喺度做壓艙石，而且唔止係波蘭一個國家喎，全世界嘅央行咧都喺度咧去買黃金，同埋咧佢哋買緊咧係以噸位去買嘅。咁而高達咧95%嘅央行都話咧未來佢哋會繼續咧係持有黃金嘅。咁啊而呢個風潮咧直接會將黃金可能會真係會推上到天價咁高嘅。所以你問我黃金會去到幾多啦？真係唔知。而家嗰啲嘅國際大投行一個比一個咧睇得咧仲高，就睇得更狠。咁啊，全球需求咧係好旺盛，加上咧一啲黑天鵝事件如果係發生呢啲黑天鵝事件咧，咁2026年咧，可能咧今年已經衝到去7000美金啦。如果咁嘅時候咧，你係咪有啲咧坐唔住咧？係咪覺得自己唔買就會蝕底咧咁？但係咧，越係呢個時候咧，大家嘅血汗錢咧就越係要冷靜啊，因為國家有國家嘅玩法，大家有大家嘅做法，唔好咧盲目咧跟風係衝入去，
做投機買賣，千祈唔好做投機賣空嗰啲，呢個好容易咧就做咗個接盤先啊。如果大家一定話要買嘅咧，首先要搞清楚，第一，如果你係想靠買黃金一夜暴富嘅咧，咁我勸你咧諗都唔好諗啊，因為黃金幾千年嚟啊，都係最大嗰個作用咧，係用嚟保值嘅，係用嚟咧係避險嘅，佢係咧你一個家庭嘅資產一個壓艙石，唔係叫你咧去咧坐快艇去衝浪嘅，所以咧係配置黃金嘅核心嘅目的咧，係為咗咧對沖個風險嘅啫，而為咗俾你嘅錢包咧係有風浪咧係比較穩當，而唔係叫你係賭一個咧短期嘅漲幅跌幅啊。第二咧，將屋企裏邊嘅錢咧分開三份，千祈咧就唔好將雞蛋咧放在一個籃裏邊，咁啊一份咧係一保命嘅錢。呢部分嘅錢咧，必須咧係絕對安全嘅。咁啊，而呢個咧係能夠隨時，因為你有急時之需咧，能夠攞出嚟用嘅。比如咧，例如存放喺啲銀行嘅定期存款啊，或者係國債啊呢啲。咁呢個咧主要咧係但求你呢筆資金係安穩，而需要咧係要使用嘅時候可以使用得到。咁利息可能會低啲。但係呢個咧，你保住你個本金咧，安全咧係第一位嘅。另外一份咧就係生錢嘅錢啦，呢一部分咧可以喺適當咧追求一啲比較穩健收益啊，比如話一啲定投指定嘅基金啊、股票啊，唔識嘅就千祈咧就唔好碰啦。一份咧就係安嚟守錢嘅錢，亦都係我哋講嘅壓艙石啦。黃金就屬於呢一種呢部分嘅錢咧，佔你嗰個資產總值咧。就大概可以係由5%至20%，就睇下你自己本身嘅資產而定啦。啊，咁千祈咧唔好買嗰啲一口價嘅黃金首飾嘅，因為當守黃金首飾你要賣翻出去嘅時候咧，虧損好大嘅，因為又減呢個人工啊、損耗啊呢啲咁啊。如果能夠咧，你係可以做到保本嘅金條或者係一兩嗰啲，咁亦都可以咧，你可以睇一睇黃金嘅 ETF 啊，咁因為佢嘅手續費都好低嘅，因為黃金 ETF 咧基本上佢係用黃金嚟支撐嘅，咁你買嘅時候咧就你唔會攞到黃金嘅，但係咧就係佢用黃金嚟做一個支撐盤。咁如果買黃金嘅 ETF 咧，人都好低嘅，因為甚至我見到啱啱喺1月29號推出一個黃金 ETF 咧，好似係50手，咁50手咧，你係講緊500蚊，你就可以搞掂噶啦。當然呢個價格咧會將來會不斷咁升啊，咁大家咧都可以買得到嘅。咁第三咧，千祈咧就唔好咧係做炒家去追漲殺跌啦。大手筆買入咧，唔好一下子咧 show hand 啊，因為你一下 show hand 可能咧啱啱撞正佢跌嘅時候咧，有大鱷喺度做嗰個市場嘅時候咧，你就輸晒嘅。咁而家金價咧喺高位，咁你一下就全買落去咧，就萬一咧一個回調咧，你個心又驚咧，又亂啦，有可能咧你又驚住咧又會出去變咗你自己嘅損失。咁最聰明穩健嘅做法咧，仲係咧用定投分批買入，定期定額，咁而每個月固定某一日咧去買，譬如話簡單買10克呢個黃金，咁就算佢市場漲跌咧，你都可以用平均投資法咧，就將個價格咧係平均咗去，咁反而咧個風險就好細啦。千祈記住啊，大家而家係做緊長期嘅投資，唔係咧係跟市場咧喺上面咧係做賭博。總之，而家全球央行啲大佬都向大賣黃金，以一噸一噸咁賣。咁其實咧呢個好大嘅提示俾大家咧，世界個經濟嘅水其實好深嘅，風浪咧可能咧都唔細嘅。如果大家跟住佢哋走，俾自己咧亦都做好準備嗰個救生圈。譬如調轉，你有閒錢你用定投，咁自己手上有一筆錢，講句唔好聽嘅，個市場有咩波動，嗰個金價會跌咗落去啊！嗰陣時可能係你買入去就拉平你嗰個投資為勝數嘅。最重要一點咧，投資咧我哋一定要守住個本金，穩紮穩打，你可以過咗呢10年30年咧，
咁你就能夠喺呢個大風大浪裏邊咧生存落去咧，你咧就只係一個贏家。啊，大衛 Sir，你話係咪啊？呢個絕對係啦。嗱，我咧就大概將自己5% 嘅資產咧，就放喺黃金同埋白銀度嘅。咁啊，當然我就清咗一啲倉啦，黃金嘅度，但係白銀咧，我仲留低嘅。啊，點解大家睇翻我以前嘅資料咧，或者影片嘅話咧，都知道我幾時買嘅。咁而家咧就其實都 OK，咁啊慢慢咧就將啲資產咧就升值啦。因為呢一方面嘅資產咧對所有嘅人嚟講都好重要，因為係長期嘅，唔係一個短期嘅炒賣。啊，呢個係一個重點啊嚇。咁我哋見到前一排有深圳嘅所謂黃金交易平台就爆煲，咁呢單嘢咧其實都幾嚴重嘅，即係大家要小心，即係千祈唔好進行一啲投機。或者覺得佢好平，咁就去買。最緊要咧就係揾一啲即係比較係安全嘅地方去買，係嘛？咁 S 先生有冇咩建議咧嚇？請教你。其實一樣嘢嚟講咧，好多時咧，我哋睇到嗰啲咁嘅黃金交易平台咧，佢出事在咩咧？佢攞咗你嘅錢嚟投資，佢基本上冇去買呢個嘅黃金，或者咧，好似最近嚟講係水貝嗰邊出現個爆倉係啊，因為佢老闆攞咗啲銀，佢哋客戶嘅銀嘅錢就走去買黃金，點不知嘅銀就升得快，咁啊變咗人哋去攞銀嘅時候咧，佢冇銀，咁啊變咗佢爆煲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響做投資咧，即係知道你買緊嘅係乜嘢，同埋如果你選擇嘅方向對咗之後咧，最緊要你要去揾個平台。咁個平台咧，其實呢樣嘢，如果係大家對於平台唔係好熟嘅，咁我都係建議大家同銀行做交收咧，就會有多啲嘅保障嘅。咁可能呢個銀行裏邊嘅手續費稍為高少少，但係其實樣樣你個金價一路咁升，你手續費少少有乜所謂啊？即係你賺嗰橛已經係 cover 佢，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安全為主嘛。嗯，啱，呢個絕對同意啊嚇。好啦，咁大家總之就要謹慎投資啦，因為老實講，投資係好重要嘅。如果你想即係安安心心退休咧，我就覺得即係要進行一啲投資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就真係好大件事。因為講真啦，我哋年紀越大，咁啊工作能力越低噶啦嘛。好，今日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，感謝大家嘅支持，記得訂閱 S 級金融同埋大 Sir 頻道。拜拜咁多位。拜拜大家。嗯。